来关心交通的消息，高公局预估今仔日国道的交通量是105万车公里，还算好走。不过，国道5号路南部分的路段下晡有塞车，时速无到40公里。也那国道3号路南的方向有发生车祸，8台车拢做一伙。提醒乡亲过年若出门，都要注意安全。 停车场内车真多，排队开入来清水服务区，都还未中到，超过6成车位已经停满，趁旅客停留休困，业者嘛提早营业，抢趁过年的商机。连续9天的春节假期，一定会有40万人订。 就是担心塞车，所以就6点就从基隆南下过来。担心啊，所以还是有早一点出门。惊特地路的增加交通时间，不少人连假头一天透早就回乡。不过沿西部国道一路往南行驶，国三路南南潭隧道发生8台车连续追撞，要造成车流汇集。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超过20人受伤。经过警消一车一车检视，发现一台车有坐一个有新的负责人，已经30多礼拜，好在再无要紧。伊讲无安怎，唔免互医生看。8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，所幸经巡视无人员伤亡，那现场交由员警处理。 春节假期头一天，国道以路南的车较多，高公局预测，这是国道全线交通量会来到105万车公里，其中公5路南石碇到平南，也有国1路南的泰安服务区到后里，下晡4点外陆续出现塞车，时速捌较无40公里。 那明天是连假第2天，也是小年夜，车潮主要还是以南向为主，而且其中在早上。那春节期间，初1到初3会是南向的尖峰日。再来，为了面前高公局预估开塞车路段包括国1路南杨梅到头份，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，国3路南中和到关西，快关到雾峰系统，有国5路南南港系统到头城。为早起9点开始，一路到下晡2点前，车拢真多真塞。天气方面，为了面前各地天气拢真好天。另外，这届真侪人出国，桃园国际机场10时预估运量达到16.9万人次，国再创新纪录，嘛超过民国108年春节期间单日16.6万人次。记者采访报道。